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大家平安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这个强度风台轩兰诺。目前伫个台北东南东边的海面上，风台目是看现。外游环流今仔日开始影响台湾，尤其是北部阴暗愈暗，雨会愈明显。这个风台已经甲南海迄个热带低压食掉了，所以暴风圈的范围愈大，风的速度嘛愈强。目前暂时来进入到导引气流无明显的地区，所以会伫个东边海面停留转西，明仔载才豆豆往北边来刷动。所以风台影响台湾上大的时间是明仔载拜五一直到礼拜日的顶半部。北部甲东北部，也就是嘉南甲宜兰要上注意。气象局讲，明仔载起可能会来发布到海上的警报。若陆上的警报也有风台假，就要看这个风台到时阵是毋是会挖过来台湾这边。渔民做伙甲渔船固定伫港内，强台轩兰诺接近台湾，欢乐风台会有大影，唔敢大意。对卫星频道会当看到风台北搁合并另外一个热带低压。还是不排除明天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。那如果台风有再更为偏西，或台风的暴风半径有再更为扩大，也依然不排除陆上警报的可能性。轩兰诺目前无咧震动，估计3号才会抹对北边，强度会继续增强扩大。高算上大暴风半径有280公里。今日透早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。台南以北、东北部、东部地区以及马祖跟澎湖的朋友，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出现。北半侧的沿海，然后到东半部附近的沿海，其实浪高都会超过3米哦。虽然风台北离台湾也有一段距离，不过受外围环流影响，今日过到南部会有局部大雨，半暝北台湾嘛开始落雨。2号到3号北部会落大雨，未来敢有机会放风台假？气象局讲路线有可能随时改变，无法度确定。不过伊目前来讲，来台湾的几率真低。2号到4号会继续影响台湾，民众出外要是爱特别注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